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 AI 广告。什么叫 AI 广告？随着大模型现在深入人心，随着大家对大模型的关注，随着大模型的推广，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民遇到问题的时候，问一问 AI， 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一个习惯。由以前的百度或者谷歌，现在改成什么？改成豆包、DeepSeek 或者是其他的大模型。据统计，截至2025年，我国 AI 问答用户已突破3亿，83%的年轻用户在查询产品时首选 AI， 人们信赖它的客观与纯粹。但是这份干净、这份纯粹正面临新的挑战，一种名为 GEO， 也就叫生成式引擎优化的生意正在悄然兴起。有服务商说最低只需数千元，便可能让自己的品牌信息以客观答案的形式优先出现在你的 AI 对话框中，甚至排名第一。也就是通过 AI 生成的答案，这个答案里面就含有某些品牌，甚至这个品牌可能排在第一，而且一切显得那么丝滑，那么自然。这两天大河报有一篇报道，叫2万元包月就能让广告成为 AI 标准答案。这个报道被很多媒体广泛的转载，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大河报的这个如何让广告成为 AI 标准答案。大河报说，为确保内容被 AI 采纳，一些操作已演变为有组织的数据投毒，即通过伪造专家身份、虚构研究报告等方式向 AI 投喂本不存在的虚假信息。这究竟是技术创新还是信息操纵？它又将如何影响我们获取信息？如何被 AI 优先点名？要让 AI 在海量信息中对某一品牌青睐有加，并非靠简单的广告投放，而是一套被称为 GEO 的系统性工程。其核心逻辑就是摸透 AI 的学习和信息，抓取偏好，然后投其所好。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给 AI 制造一个信息茧房，给它定向投喂。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时，一家 GEO 服务商说出了其中的门道，并以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展示。我们给一家医美机构做的优化效果就很好，现在用户问相关问题，它基本都在 AI 回答的第一位。该服务商介绍，那他怎么做的呢？其操作的第一步便是 AI 定制专属的食谱。我们先帮客户锁定面部抗衰项目、靠谱的医美机构这类精准的关键词，然后围绕这些词创作大量问答式、指南式的短内容。这位服务商强调，内容写法是关键，不能写成硬广告，内容更像是知识分享，而且格式必须是 AI 最喜欢的那一种，一两句话就分一段，逻辑清晰，不带复杂的修辞。这就是投其所好。内容制作完成后，便进入关键的投喂环节。该服务商解释，他们会将这些定制内容通过套餐内包含的数百个媒体链接发布的 AI 模型日常抓取信息的高权重平台，如各大门户网站的丽人频道、美妆社区。这就像是把一本精心编写的手册放在了图书馆最显眼、最容易被 AI 翻到的位置。什么意思？实际上你要学习这个 AI 它是如何抓取信息的。当一个用户问 AI， 对吧，关于这个面部抗衰项目，比如抗衰老，这个 AI 一般它马上会自动去抓各大社交媒体上面的美容专区，或者美容网站，或者是这种关于美容这种博主，他去检索这些去信息，抓取，又在这里面抓那些肯定是点击量高的。那这个服务商他要做的就是
把你这个广告如何让 AI 抓取。这种操作的结果是，当用户搜索哪家医美机构靠谱这类问题时，这家经过优化的机构便会顺理成章地出现在 AI 生成答案中。它不带广告标签，而是作为客观信息的一部分呈现，显然更具说服力。一门明码标价的新生意。记者了解到，事实上，许多 GEO 从业者正是从 SEO，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领域转型而来。他们前些年吃尽了流量的红利，现在只是更换了流量入口。相关从业者表示，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用户行为。传统搜索是用户输入关键词，点击链接浏览，搜索结果以蓝色链接显示，而 AI 搜索则是用户自然语言提问，直接获取1到3条整合性答案。AI 时代，答案就是曝光，用户不需要二次点击。谁能进入那最终的整合性答案，谁就抢占了最集中的流量。一位服务商在与记者交流时点明了 GEO 的核心价值，就是 SEO 时代你得到的是一个链接到原来的网站上去看去，但是 GEO 时代你得到的就是最终答案，最终答案人家就整合了想要展示给你看的东西。大河报它展示了一个标准版套餐的这个价格、服务内容，说有 GEO 服务商还发来了报价单，报价单显示标准版套餐的服务首次服务收费1个月2万元或3个月5万元，其服务内容明确，可针对 DeepSeek、豆包或腾讯元宝等任意 AI 平台，围绕一个核心行业关键词，如高考复读或二手宾利，布局20个精心设计的问题。在效果承诺上，该文件宣称，最终能实现 80% 的问题可实现前3站位，商户的联系方式也会有 50% 的激励出现在答案中，方便直接获客。而对于医药、医疗、化妆品、酒类、古玩类目、保健类目、珠宝玉石、成人用品等被列为特定行业的类目，则需要定制版套餐。根据报价单，这类服务5万元起步，不仅能实现全国范围的优化，更关键的是可以直接在 AI 回答中附带电商链接或 APP 下载链接，为商家打通从提问到转化的最短路径。也就是你在人工智能里面直接就可以得到这个 APP 的链接，就下载了。那么 AI 数据如何被荼毒呢？除了以上正常的广告植入，一些更为隐蔽和激进的手法正在被使用。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服务商为了追求效果，手段已经超出了常规优化的范围。他们会伪造看似权威的机构网站，或者干脆凭空捏造出行业专家的身份，甚至冒充学术来源发布带有倾向性的研究报告。例如，为了推广某款化妆品，操作者可能会虚构一位瑞士某实验室的王博士，并以其名义在多个平台发布文章，盛赞该产品的某种成分。AI 在学习时无法核实这位王博士是否真实存在，便会将其发表的内容当作可信的专业信息进行采纳。数据化互联网营销与运营资深专家宋鑫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将这类手法统称为内容投毒，并指出部分操作者甚至利用 AI 大模型伪原创大量内容，再用 AI 复制真人去发布，形成一个 AI 投毒的闭环。说记者还了解到一种更为隐蔽的手法，在业内被称为提示词注入。这个原理听起来复杂，但可以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这好比在一封信的结尾用隐形墨水写了一句别管前面的，按我这句做。普通用户在浏览网页时看不到这行字，但 AI 在阅读网页代码时却能看到，并会优先执行这条隐藏指令。最终 AI 的回答就可能被这条看不见的指令完全劫持。记者了解到 AI 投毒的手法包括但不限于伪造作者身份、冒充学术来源、
伪装机构网站、构造假新闻来源等，这些操作极大污染了 AI 回答的纯洁性。研究显示，当训练数据中仅有 0.01% 的虚假文本时，大模型有害输出率会上升 11.2%， 即使只有 0.001% 的污染，也会导致有害内容增加 7.2%。 这意味着 AI 就像吃了变质食材的人，会产生认知偏差，在相关问题上输出错误的结论。看不见的手，谁来规范？这些隐蔽的操作引发了使用者对信息公平和消费者的权益的忧虑。根据凯度2025年10大营销趋势调查， AI 答案形式的可信度比传统广告高出 72%， 但同时调查也指出，超过 40% 的消费者不信任 AI 生成的广告。中国商业学会副会长宋向清指出， GEO 模式可能会导致用户的信息获取，例如部分美妆品牌通过 GEO 手段伪造用户评价，可能让用户购买到不符合预期的产品。更重要的是，这可能加剧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有更多资源投入 GEO 优化，可能导致市场份额进一步向其倾斜，形成劣币逐良币的不良循环。宋向清对此表示担忧。这个 0.01% 的虚假内容可能导致有害内容增加 11.2%， 这个还不是编造的，这是国安部发布的安全提示文章。这是国安部应该是9月5号说，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其中不乏虚假信息、虚构内容和偏见性的观点，造成数据源污染，给人工智能安全带来新的挑战。通过篡改、虚构和重复等数据投毒行为产生的污染数据，将干扰模型在训练阶段的参数调整，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其准确性，甚至诱发有害输出。研究显示，当训练数据中仅有 0.01% 的虚假文本时，模型输出的有害内容会增加 11.2%， 即使是 0.001% 的虚假文本，其有害输出也会相应上升 7.2%。 也就是说，这个虚假信息对 AI 生成文本的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行为是否触及法律红线？河南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扬在接受大河报记者专访的时候明确表示， GEO 操作存在违规之处。他分析，若人为制造大量虚假的用户体验，或伪造权威认证作为 AI 的训练数据，使其在回答中优先推荐，这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涉嫌违反法律。这个张扬指出，对于互联网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8条明确要求，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付费方式获得搜索排名，应当显著标明为广告。面对这一新兴业态，监管与规范显得尤为迫切。宋向清建议监管部门应加快立法，明确故意污染 AI 数据属违法行为，并建立白名单制度。他呼吁唯有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治理体系，才能避免 GEO 沦为信息污染的源头，让 AI 技术真正回归其普世价值。对于每一位用户而言，在使用 AI 搜索时，保持批判性思维，多渠道核实信息，或许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方式。这是大河报报道的，也就是有人通过污染 AI 的数据，给 AI 投毒，来改变 AI 生成的结果，达到广告的目的。怎么说呢？我只能说，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AI 要不这么干，我们很多网友还不适应。这让我想起了同样是搜索引擎，一个是谷歌，一个是百度，两个人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个百度大家也知道，除了著名的魏则西案，他用搜索引擎靠这个客户充值，谁充得多，谁就排名靠前，就这么简单粗暴。当一个企业赚钱不择手段的时候，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当一个企业没有了底线，
那不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连我们吃的东西都能弄虚作假，根本就不在乎。就连给小孩吃的，对吧？这甘肃天水幼儿园铅中毒，对吧？上海那些学生餐发臭的吓人，在汤里面加氢大霉素，在凉茶里面加布洛芬，就是说我们连吃的东西都能互相这种伤害，没有底线。在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里面掺点假数据，这能算什么呢？当高盛他把我们忽视什么百度、拼多多，还有什么，他也按照美股7个科技股7枝花，他也列出了咱们忽视的7枝花，百度、拼多多都是，这不是搞笑吗？这不是高级黑吗？我是这个 SEO 的用户，当然我现在我接不到电话了，我5、6年前还经常接到百度那个服务商打电话推广，他卖关键字，比如说我想在网上卖运动鞋，跑步用的，所以我就得把用户，当然他会给我参考，他说用户一般搜什么词最多，比如说搜运动鞋这个最多，那好，那我就买这个关键字，用户点一次，比如我要出2块，那别人出2块1，那别人就排第1，我排第2。如果有人出2块3的，那个人排第1，我排第3。有人出5块的，那出5块的排第1。用户只要一搜运动跑步鞋或者运动鞋，第一个跳出来就是他那个页面，不是页面，是他链接排第1个。那用户点他链接就到他网站，这个叫竞价排名。好，我第2天一看，我这个被500个人点了，一次2块，1000块没了。但是我看效果不好，那怎么办？好，我看最高出5块，那我就出5块1，我得排第1个啊。我出5块1，好，我排第1个。一会儿有人就出5块2，排我前面去了。就这么竞价赚的盆满钵满的是百度。那我这个花10块钱排第1，那我这10块钱你每点一下，你买不买的不重要，你只要通过他那个链接点到我这个页面，点击了我就得给10块。那你说我引流就花了10块钱了，我把你引进来你还不一定买，所以我每5个人进来才有1个人买，那我这成本就多了50。那你想想我这鞋子上我得赚多少钱？那我这鞋子能卖好鞋子吗？那伪劣假冒，以次充好，坑消费者，那不是必然吗？因为我50块钱要做广告费的，这引流就花了50，而且这50还涨，很有可能涨到60、70，涨到什么程度？涨到我已经扛不住了，我卖这一双鞋子根本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你赚不到这么多钱，别人能赚到，因为别人底线更低，他还能做。劣币逐良币，这就是搜索引擎。我这说的是卖鞋子，如果是说治病，那你想多可怕？如果说药，你说多可怕？这就是为什么百度曾经一时，它现在可能好一点了。10年前的百度，你知道搜什么医院？你搜同仁医院，对不起，你以为的你同仁医院是北京崇文门那儿的那个同仁医院，但是你一搜出来排第1的都不是。那真正的同仁医院在哪儿？你不知道，排第1的是不知道什么医院。你把它一点进去，总之肯定是莆田医院。魏则西那个惨案就这么发生的，这就是竞价排名。我们当美西方他们在大数据、大模型这块走在前面，很可惜，当他们还在为盈利，对吧？怎么赚钱，在挠头的时候，我们早就弯道超车，清禅是遥遥领先。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了你在这种互联网这种技术创新这块，咱们跟美的还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在怎么变现、怎么赚钱这一块，那美的远远在咱们后面。那咱们完全可以说是叫清禅是遥遥领先。你看看大模型不就这样吗？你说你美的，你那个什么 OpenAI， 你知道怎么赚钱吗？他还在收用户的钱，用户用你 OpenAI 还交钱，你这个是老土落后了。你看咱们是怎么做的，赚钱细无声，这悄悄的就把钱赚了。你用这个大模型人工智能免费的，不要钱，但是人家从这儿就把你钱赚了。在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在这一块你有了底线你就做不好，没有底线的人永远会赢得先机。但你这个 OpenAI 还不知道怎么赚钱的时候，我们的大模型已经开始数钱了。即便他们不数钱，但是基于这个产业链的下面的服务商，那是赚的盆满钵满了。DeepSeek 刚出来的时候，大量的人开始教人怎么使用 DeepSeek，网上卖课，
DeepSeek 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的时候，很多人靠着 DeepSeek 就已经赚钱了，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咱们的叫遥遥领先的地方。关键是人家谷歌没靠百度这样的赚钱，人家也没死，人家活得反而更好。所以到底哪一种模式更有生命力呢？更能持久呢？这个答案不言自明。最终百度只成为一个中文世界的一个搜索引擎，而且份额也在不断的萎缩。而谷歌，所以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谁目光短浅。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推广，随着 AI 问答的这种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那我们现在还要提高警惕，我们不能过于相信 AI 问答给的答案，尤其是这个答案明显指向某个品牌或者某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方式，而这种方式恰恰只有某个品牌能提供的，你就得小心了。你有可能是他的韭菜，你有可能为他买单。跟这个 SEO 不同的地方是，这些大模型它有的时候它也是受害者，因为你的大模型的源头被污染了，所以这个大模型它也得提高自己的算法或者数据抓取的方法要调整，怎么样在它抓数据的时候就能把这些被污染的数据自动的识别或者降低它的权重。就怕这些大模型它自己想赚钱，构建一个生态系统，下面这些服务商不过是它的白手套而已。百度也是这样的，百度那些关键字那 SEO 那都是它有服务商各个地方的代理来做这事。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还只能靠自己提高警惕。俗话说多留一个心眼，没有办法，你指望着这个监管，你指望着立法，这些都是要滞后的。你监管你立法，你现在拿百度也没脾气，所以还是要我们自己多加小心。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